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，同款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，来看这老母家己请养囡仔，搁家己创业的故事。这是今年60岁杨慧娟，本地不是都市西，煞真够煮食，嘛真够做生意。坚决各款有创意的素食料理，即马开2间店。后生拄拄大学出业，看到老母已经有岁啊，遮尔艰苦八百，决定回来厝内斗帮忙，斗看头看尾。 烧烫烫的泰式酸辣汤顶悬，加刷锅红咸油，片着互人脆软水强要顶落来。毋过，甲看边啊，泰式的餐点竟然出现这个意大利面加金饭。这一间我们这样的装潢设备是西餐，是做这个意式料理的。然后我做这个店之前呢，是想卖冰的，很好笑。后来我就觉得说场地太大，所以我们转型。 60岁杨慧娟，毋是总铺出身的，颠倒较成餐厅的换头的。问伊讲是安怎要做这个素食，伊的答案互人感觉真意外。我认识我们现在这个主厨呢，我们是在路边认识的。那认识我聊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他是做这个泰式的素食。那我告诉他，泰式的素食是不是酸酸甜甜辣辣的？那我蛮喜欢这种料理。我当场来聊一聊，大概我们聊了1个钟头，我就告诉他说，我开一家餐厅，你来经营，你来做好不好？基调阁充满戏剧化，这毋但是杨慧娟伊创业的过程，嘛包含伊人生的赌场。小孩呢，给保姆带了13年。 那我这中间是在做代销，房地产代销。我本身呢也不会赌，股票也不会玩，但是我的赌注非常的大。我玩这个代销是很大的风险哦，不是大赚就是大赔。后来13岁，我小孩说，妈妈，我可不可以回到你身边跟你一起住2间餐厅互杨慧娟安尼无用气气，生意若无好，有经营的压力，人客若伤济嘛，互伊无用甲安尼健康倒红灯。 碰到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前后我算起来2轮大概有370个人。那2轮在轮替的时候呢，那个菜是供应不出来的时候，我会去挂急诊，因为那叫做恐慌症吧。嗨，今天怎么样啊？生意不错啊。哎呀。加在即摆杨慧娟伊会当较松人一个，因为因囝杨杰汉会当家己换头斗发落啊。 不二个伫个即个传承的过程内底，母仔囝2人嘛是会一丝仔斗袂下。亲像讲菜单一道要放几份，是要红的还是乌的，甲放顶悬，因2个人意见都无同。我要说的是，这其实都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，都纯粹公司解决就公司就解决了。然后回到家，我们甚至可以说，今天在公司大吵一架。 但是我们可以10点过后，我们大家再去吃宵夜都无所谓，只要不要谈公司就好。鱼欢喜，虾欢喜，因母仔囝的面亲像共一个模仔卡出来同款。看因这个讲哪能歹势的笑容，其实因2人的心内是安尼愈弯感情愈好，因为因知影因对方拢是互相真看意。即摆杨杰汉要学老母刻苦耐劳、劳心苦俭的精神，要伫个餐饮业内底创造家己的江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